金價日日都破新高，係咪好想分一杯羹啊？嗱，黃金買賣咧唔係大戶先識做噶，新手嘅你都可以做到噶。4個鐘嘅濃縮課程，帶你掌握黃金投資金字塔，從基本分析到圖表運用，甚至最難學嘅波浪理論，一次過學晒。新手最易犯嘅錯就係唔識做好風險管理，最終贏粒糖輸間廠。我會教你點樣去一一避免。黃金買賣絕對唔係靠運氣，係靠技術分析。我會教你睇 K 線圖、頭肩頂、旗形，甚至係黃金回調比率等等。最緊要係實戰技巧，識得揾揸沽嘅關鍵位，出入市有策略，學識點樣分析圖表，你都可以成為黃金市場嘅大贏家。所有收益係會撥捐支持本地運動員發展。即刻點擊報名連結，加入黃金投資買賣教室學炒金啦！到時見啦！